过来消息来看，婚姻未了，大树6轻工业区今仔早起9点外传出电油场庆乌烟，消防局赶去拍火，加载是无人受伤。县政府环保局嘛赶去现场，事故的原因搁会调查。24透早9点外，大树石化基础炼油厂呛出一阵搁一阵的乌烟，有民众看到了后，赶紧由外边翕落来。当地民代嘛赶紧到现场关心状况，然后告知我们说，我们的那个基础油槽那边有出现的状况，然后传了影像给我们。那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关心是大型火灾，然后还有就是有害物质的那个挥发。云林县消防局表示，6轻这件意外事故，消防人员伫10点外左右就到现场啊，发现已经无火昏。那通报环保局顶处到现场了解，是大树石化基础炼油厂的制定发生漏油，才会导火呛烟。他们都是那个输送那个疑似那个重油经过碰捕的时候疑似这个发生泄漏，然后冒烟。那他们都是他们场内自行启动那个洒水装置，并紧急停车。对此，大树6轻发出书面声明，表示这个意外无造成人员受伤，后续会配合环保局等单位调查原因。咱环保局是表示，已经有为这庭当中采样，嘛已经送验，等待分析结果，才搁做后续的处置。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